你吹得個球磨到石咁力，今日我就攞刀嚟斬石頭，我睇你冇禮貌。來，我哋先睇示範。这个大板锉，你们知道是锉什么用的吧？今天来给大家锉个不一样的。来看一下，刀刃已经彻底废掉，看我们到底多久能把它磨锋利，好吧？锋利，锋利，锋利，就这么几下就锋利。視頻同款天然磨刀石，我就買回來咯。花錢個香，我來踩，免費紅心，幫我點藥。而家我哋直接打開。呢頭係有泡沫裝到個。隻包裝都我咪可以喎。嗱，嗰隻就係扣石頭，仲有一隻防滑鉗，嗰隻係合國證，生廠家生地址都有。售後承諾5年質保啊！哎呀，你真係敢講喎，5年質保都敢講出來啊！球嘢你睇下，望見得好大球喎，掟起身重手喎！我哋攞稱咧，佢係咪夠3斤重？而家我哋放上去1637克，為貴3斤2兩，重量都夠喎。磨刀之前，我哋先浸一浸個嚿石頭，再嚟浸浸。而咁黐你下個把刀，我個腎你仲磨得嚟，嚟斬埋一齊咯，我擦你啦，你睇下嗰啲刀口，當把劍咁住碌。而家我哋試切嗰條毛巾開咧，切得喐冇？甚至舔起身，切爛啲仔，但係唔好切得甜啊！好，而咁浸得1分鐘咯，掟出嚟，直接磨嘅，放佢甜啲。你哋過嚟近啲睇。哎呦，扎聲。磨嚟特別容易起漿喎，個球石頭啊！